兄姐妹早安。喂，你们有听到我声音吗？下面没有开吗？那个。我开了吗？打开都没有音源进来啊！哦，有，没事。喂，1、2、3。我们要讲话，我们讲话。喂，1、2、3，有吗？有声音吗？没有。那你们自己有声音吗？喂，有，我们自己监听有，但很小声。喂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喂，有啊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这样有吗？都没有。有，这样有了，有听到声音了。对，你的有。好，都有了。你们那个 PPT 在哪里啊？那个跟昨天一样，应该有在电脑里面吧。有看到小易吗？小易，对，不要等小易。有联络到哈，他有醒了。他说他会晚到，他本来就有说。哦，小易来了哈。思慧呢？有人联络思慧吗 ？OK， 思慧没办法啊。小易要快，不要聊天了，快。9点10几分。时间不够了，快点。好，那个就是基本上跟昨天一样，顺序也都一样，然后所以就只有我，你们都不拿谱架。哦，好，那就全部都照那个昨天一样的顺序，只是讲的话我会有点不一样，然后我会用台语的讲，一开始会台语讲，然后中间的时候我会用华语，然后用华语，然后那个。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前面我才会用台语。好，对。我把小易姐的麦克风调大声一点，她等下讲话越讲越小声。对，我会讲话越小声。好，那就是我一样，就是后面会讲说，你写当最顶到最顶到最顶球，就是可以。你写当最顶，甲咱到顶球。然后就弹第一个音这样，然后我就，对，好，那你请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和已经摆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。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。我们唱一整首，一遍一次。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。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和已经摆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
进入你的眼，神的高永久必永留在这里。直接接 bridge， 直接接 bridge。你怎么没有了？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是蒙福的子民，我是我的声音蒙福的子民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又太大声了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不停赞美都因主耶稣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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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。好，我们这边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再接第二首，拍谁？喂，我们请姐妹一起先唱。我在这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是因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换弟兄。我在这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是因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指引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从真的那个监听可以大声一点。伯恩的也是，是因你恩典，伯恩是1-3，我在这1-1也是可以。因你慈，完全没有听到你声音。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我觉得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。那我的声音调小声一点好，要不然他的声音。你慈爱，主耶稣。这样可以吗？我是1-3，我是1-3。都因你丰盛恩典。在测试这里。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指引着你恩典。好，我们下一首。
从头唱一次就好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的目遮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撒我，予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好，我们就练习到这边。好，亲爱的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吼，的恩典，互咱会当做个伫遮来组织来敬拜俄勒伊。昨咱有一个音乐的迄个感恩的见证会吼，大家应该拢有来参加。透过一寡会友因的见证，真正互咱足感动的吼。其实无要紧，咱
大家人的生命中一定拢有足侪精彩的故事会当来讲，吼这个拜四就是感恩节，咱会当好好来想上帝对咱的恩典甲伊的丰盛的慈爱，伫咱的生命中。这是咱要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请牧师来做祈祷，谢谢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伫过去的日子，你看顾，你保护，你引带，互阮每一天拢行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顶面。愿献上感谢，嘛愿主你继续看顾阮今仔日组织伫圣殿内面，我们来敬拜学了你。愿主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，拍开阮的心，互阮搁一届甲你三拄的中间，领受你迄个永远的疼痛。嘛看顾也未到阮中间的兄弟，以及伫线顶的参与做礼拜兄弟。无论因伫倒落，主你拢甲因同在，看顾因，保护因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，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引带阮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吼，咱有今仔日有遮尔好一天的开始，互咱伫一生中拢有伊的陪伴，甲伊的引带。咱的一生拢有充满咱一生拢充满伊的恩典，阁有祝福。今仔日阮要唱3首的诗歌，头2首是华语的，最后1首是台语的。拢欢迎，若是会晓唱，拢欢迎大家会当做阵来唱，因为咱来唱的这诗歌是要唱互上帝听，毋是咱家己来听尔。即时嘛邀请大家，若是你会当徛起来，咱做阵来学咯。你若是无方便啊，无要紧，就是会当坐伫的。咱做阵来唱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。和已经摆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地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跟着节奏一起拍手，然后甚至一起摇摆你的身体，让我们用着我们的身体也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和已经摆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地。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，因为他的带领，他的引领，使我们一生都得祝福，我们一生都有他满满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继续来赞美他。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
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等下我唱一句，大家跟着唱一句哦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是蒙福的子民，我是蒙福的子民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来宣告得胜都因主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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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胜都因主耶稣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。再一次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我们谢谢他，我们谢谢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他，赞美他，我们都将我们的荣耀、我们的赞美、我们的欢呼都献给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，我们请坐，大家请坐。圣经旧约的诗篇103篇第2节有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”不管是我们在躺卧的时候，我们坐着，我们站着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他都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他赐下万物给我们使用，他将他满满的恩典和祝福都赐给我们。我们应该要全心全意的来感谢他。我们先邀请姐妹来唱。我在这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是因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换弟兄。我在这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是因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我们一起感谢耶稣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只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。
赞美你直到永远。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双眼，来好好的思想神怎样在一生当中的带领及祝福。我们可以再从头一起唱。我在这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是因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再次我在这，我在这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是因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只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。我们再一次来感谢我们的耶稣，我们要心怀感恩的心来谢谢他，在我们活到目前为止的一生当中，谢谢他的带领，他的引领，因为有他的陪伴，他的祝福，使我们能够每天都充满了喜乐，每天都充满了平安。我赞美你直到永，只因着你恩典，只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。再一次，只因着你恩典，只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上帝伊是全能的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。有伊的引带，咱拢毋免惊任何的代志。希望咱除了用心来感谢伊以外，咱嘛会当用咱的行动、咱的歌声、咱的生活一切行为来敬拜伊，来回应伊。愿咱用咱的一生来跟对伊，来成就伊的旨意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因我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
过来一摆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下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下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撒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撒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，永远一生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。搁一摆，永远一生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互咱安静心，陪伴今仔日的礼拜。
有一项事，我嘛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伫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照亮伊的殿。这是咱三甲来吟信诗567首，信诗567首，请看空中进鸟者。请看空中进鸟者，因无夜静，无静坐，因无收割，无收成，因无积住地庆仓。咱的天父甲因忧弃，咱将无比因较贵气。无得挂虑食什么，无得挂虑啉什么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咱用主祷文来告白咱的信仰，第9部第6面。主祷文，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对刺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启应文第64篇，第信息的后面，启应文第64篇，就是雅歌第1篇。启应文第64篇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也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。
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就知。因为人会受气，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要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，甲灌满的邪恶。要实行道理。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，家己详细看了后，即会离开。毋过有伫详细操考，互人得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伫坚守的人。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是咧欺骗家己。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对被上帝看起来。这时，咱来吟信诗，信诗第135首，信诗第135首。救主愿你做我无食，救主愿你做我无食，愿拢我靠你扶持，带到草埔，互我啉食，备办油条来保庇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感恩节主日，阮来到你的殿宇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这一年来对阮的稳定甲疼痛。感谢你，互阮伫疫情的中间，虽然有侪兄弟感染肺炎，你由阮看顾阮，医治阮，互阮恢复健康的身体，重新过正常的生活。阮看见即世间有侪人得着肺炎，无法度及时得着医治，失去性命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所有即种者有怜悯的心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得着医治。也求你停止所有战争，互阮存和平的心，彼此来相款待。早日有侪兄弟分享遮多的见证。主啊，阮知这一切拢是你所赏赐，甲对你来的稳定甲祝福。求你互阮存感恩的心，互阮好好来算效主你的稳定，伫众人的中间来为你来做见证，归因光互你，互搁较侪的人会当明白你，得到好因。后主日要进入待讲的节期，求你安静阮的心。反省阮的过失，互阮认罪来悔改，思考耶稣来到即世间是为着拯救阮，互阮真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救主。后礼拜六，阮要举行明年度2023年事工研讨会，求你互阮明白主你爱阮行的道路，互阮所有的同工会友存合一的心。来为着明年度的事工，甘心来为你来服侍。阮将明年度要进行的事工活动，甲一切的计划，拢放伫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来引带带领。阮特别准备圣诞节的活动，求主你使每一位同工快乐智慧，大家同心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事工。互阮所有服侍，诚做芳的活祭来献互你。阮的中间有软弱的肢体，嘛求主你来看顾医治，也加添气力，互照顾者伫照顾的时，有你来帮助，有你的安慰，互每一个家庭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后礼拜，阮要选出新的市长、市议员、里长。愿阮选出的人，拢得到你的祝福，得到你的快乐，来为阮大家做好的事工，好好来建设阮的城市。最后，阮将阮所有一切计划、事工、关心的事项，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愿主你来引带指示看顾。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所求。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受事愿平安。这是咱三工来看圣经，圣经伫加罗西书第1章11节到20节。加罗西书第1章11节到20节。11节，古照以阴光的快乐，因大有的关联，互恁有关联。递到恁凡事欢喜吞忍宽容，国感谢爸，因为伊互咱牵伫有份信道的业，伫光明的所在。伊已经救咱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来搬散咱离伊所疼的囝的国。
踮伫伊，咱得到赎回，就是咱的罪赦免。伊是袂得通看见的上帝的像，伊是头一个生的，伫隆重来受创造者的代心，因为万物伫伊来创造，伫天里甲伫地里的，有通看见，甲无通看见的，迄是坐位的，迄是治理的，迄是办正事的，迄是掌权的，万项有拢是对伊，也为着伊才受创造。伊伫万项有的大身，万项有踮伫伊来三角徛在。伊是身躯的头，身躯就是教会。伊是元起头，对世人中起来的头一个生的，互伊伫万项有中做第一。因为爸欢喜，互一切的丰盛踮伫伊，已经将伊的十字架的血来整做和平。就对伊，互万项有，甲伊本身搁再好，迄是对地球的，迄是伫天里的，拢是对伊。读圣经到遮，只是献诗，请圣乐队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是着感谢。
这是讲道，请柯博士来讲道。你要讲的题目是完整的特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每一个时刻，你拢引带阮；每一个时刻，你拢看顾阮。这个是阮自责，我要听你的话语，我要互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。愿主帮助阮拍开阮的心灵，信心亲身来引带阮。互阮搁一届伫整个的礼拜中间，甲你相拄，互阮享受对你下来的祝福，伫阮的生活中行出你的旨意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昨暗咱有来参加，也是讲咱有伫线顶咧看咱的感恩见证音乐会。我想昨暝的见证的音乐会内面，是一部分的兄弟姊妹咧表达因的生命中间，上帝怎样引带因。咱嘛有缘咧听因的见证的时，其实我就想起，咱伊嘛是同款伫即个恩典的内面。今仔日是感恩节的联合礼拜。伫礼拜的时，咱毋是干那伫即个时刻咧感谢尔，其实咱咧感谢毋那是上帝尔。我想对昨暗的整个的音乐会内面，我想要感谢的是，抑佫有正当工，因咧备办的过程中间，我看到因努力的付出，伊要将家己所领受的即个恩典恩赐。透过因家己来向上帝所来诉说因的感谢，互咱每一位，我相信，咱拢昨暗领受到一个真丰富的心灵的宴谢伫的。我想咱听迄个真水的音乐的迄个旋律，咱听到侪兄弟为主咧做见证，所以即个时刻，咱有缘爱家己，咱每一个人。拢爱来圣效上帝伫你身躯顶所施落的即个恩典，甲是恩赐伫的。圣效恩典对咱来讲是个是真重要的，因为伫现主时的社会环境、世界价值观的影响的下面，咱就爱圣效咱的上帝，互咱的这恩典，咱才有法度活出甲别人无共款的一个生命。那呢？咱要活出这个无共款的生命时，咱要有什么款的特质？你要具备什么款的特点？才有法度互人看到，而且感受到讲，你甲别人有共款。伫今仔日，保罗所写的批信，伊互哥罗西的信徒，哥罗西伫当时是伫土耳其。即个境内的一个城市，伫初期伫住遐的人有当地的人，以及对希腊搬来的遐移民，正做因上主要伫遐生活的人口。不过到安提阿三世的时阵，伊迄阵对巴比伦带来几个千人的即犹太人伫的，就安置伫即个所在。所以伫保罗的时代。咱所看到的哥罗西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城市，无共款的文化，无共款的宗教的背景，因拢组织做伙。这个嘛是哥罗西因咧面对的一个问题，因为遮尔多的无共款，那亲像咱即马咱徛在伫开元街这个所在，咱四过边啊。有侪无共款的宗教，有侪无共款的人的思想伫这里面，所以哥罗西有缘共款，因受到无共款的想法，受到无共款的教导思想，其实拢对因的信仰有一寡改变伫的。因参照着
当时社会环境思想的影响伫个，特别伫迄个希腊的时代，因咧真注重一个宗教哲学的一个思想，佮有侪神秘主义，以及对真即个自然的崇拜、天顶生成的即个想法，侪遮神秘的宗教所带来遮的教导，其实一点一滴，拢影响着因对信仰的看法。有可能因无发觉，总是因伫即个错误的教导的内面，因会连保罗真伫意咧教即个真理的时，因甲保罗看做是对因信仰一个无共款，而且对因的信仰有敌意的人。所以保罗写即张批信的用意，上主要要关心在地遮个哥罗西人，因对福音因所领受的即个无共款，要互因知影，因已经受到当时异端的威胁甲影响。所以伫哥罗西即本册内面，伊有讲几个面向。第一个讲到是基督的人格的完整甲特别性。因为伊伫上帝内面，上帝的册卷的这中间，伊有一个真焦逼的一个神的这神性伫个。第二，伊要讲的是，当耶稣基督互人钉伫十字架死的时阵，就已经完成了救赎甲和解的工作。上尾保罗要讲的是，因为信，咱甲基督联合做伙。咱得到属灵的自由甲喜乐之地。咱若看到保罗安尼写的时阵，咱会当想到当时的人一定面对遮个问题，遮个问题拢存在伫因的生活的内面。所以咱看哥罗西，咱若对第一章咧看的时，咱看到保罗一开始的请安了后，实际上伫第一章的整个的后半段，是一个感谢的祈祷。保罗是为着遐伫哥罗西或者要读伊即张批信的人咧祈祷，为着即阵因爱对上帝有信心，因对耶稣基督真忠心，因保罗替因献上的一个祈祷。而且保罗伫中间发现一件代志，伊为着因是基督徒的身份。甲因对上帝、对基督的信心，因真欢喜。因为保罗听人咧甲伊讲，伊知影讲，因已经生活甲工作的中间，已经证明了因对上帝的信靠。但是一个真特别的是，保罗毋是家己去到哥罗西这个所在，保罗无去到迄个所在去认捌当地的信徒。保罗是听到以弗巴来到伊的面前，甲伊报告讲哥罗西当地的情形是怎样。所以当保罗听到了后，伊受到真大的激励。第一是保罗真敬佩因的信心，敬佩因的疼心，敬佩因的对上帝遮的仰望。所以这个嘛是保罗一直咧讲的，基督徒应当有的特质伫个。保罗为因祈祷，毋那是口头顶面的表达尔。保罗为因祈祷，是保罗知影伫因的处境的内面。所以保罗咧强调一项事，伊咧强调是信心的工作的内面，是要得到逐项的智慧，甲要理解上帝的旨意的作为。要互因伫现实的生活中，因的心思意念、因的行为举止，拢会当下伫上帝的要求，结出一个真水的轨迹的中间。那安尼来看，保罗是听以弗巴所讲的，以巴弗所讲的即因的情形，保罗嘛知影因所面对的状况是怎样。
所以保罗为因祈祷，保罗为因祈祷，伊的内容是讲，愿恁会当对上帝荣耀的内面，对上帝的权能的中间，去得到一个真坚强的力量，来面对信仰的挑战，有耐心对基督以及对遮周围的人，对你有这个歹意的，你会当来了解。所以保罗咧劝勉伫这个处境中间的人，因爱用一个真欢喜快乐的心来感谢上帝，因为因知保罗知影因是真正相信上帝，而且坚定的一个信徒。保罗甲因安尼讲，我相信伫光明的国度的内面，恁会当享受迄个永远的福分之地。信徒选择徛伫光明的所在，耶稣基督就救信伊的人脱离迄个黑暗的权势，互因生活伫主耶稣基督的主权的下面，受到保护甲看顾。这是信徒伊的选择，而且照着耶稣基督，互因遮相信的人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互因对这个罪中得到赦免。这是保罗为着哥罗西的信徒献上的一个感谢的祈祷。感恩的日子，其实毋是干那伫今仔日。咱虽然讲咱今仔日是感恩节，咱嘛知影讲感恩节的由来是怎样。总是咱爱伫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无论是你欢喜快乐、哀伤忧愁，伫每一个你的情绪的内面，你拢会当来感谢上帝。当咱会当做到安尼的时阵，我相信咱是生活伫基督的光的中间。我相信，当咱无论什么代志，咱凡事感谢的时，咱所带出来这个生命，就甲别人无共款。我相信当咱会当凡事感谢的时，咱就会当吸引人来用这个光明的光来群我。昨暗，咱伫圣诞节，咱做一个要开始进前，一个圣诞节甲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中间的节期，咱做一个点灯的一个动作。咱迄阵会记得咱唱倒一首歌无？献上感恩，献上感恩。伊的歌词是安尼讲献上感恩的心，归乎至圣全能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伊赏赐独生囝主耶稣基督。今仔日，互迄个软弱的得到刚强，互丧向的得到富足，因为主已经成就了大事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得到力量，是因为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是因为咱照着主耶稣基督，咱会得到这个力量，而且咱得到力量了后，亲像是歌词中间的这段讲，今仔日，或者所有软弱的人，因得到刚强，和所有丧向的人。得到富足。我想这个歌词讲的，不是咱外在遮所有的一切，是咧讲伫咱的心内，主已经成就了这个大代志。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是伫恩典的光的内面，还是因为咱相信，而且咱军队。遵行主耶稣的教导，喺当咱咧面对咱生命中的这个难题的时阵，我相信不是靠咱家己来解决、赢过、搬过遮咱所拄到的困难，互咱会当有解决困难这个难题的能力，
是对主耶稣来。昨暗，咱有看到咱的总庭，遐光是咧是咧。我想遐电球啊，未家己发光，所以咱点灯的迄阵，咱倒数计时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灯的时阵，爱有一个人将插头插入去，灯才会发光，伊才会发出无共款真水的这个光。我毋知咱有算过咱的总庭遐有偌济电火无？一拍一拍拢足细拍着。其实每一个一细细一拍火，因组合起来，伫即个总庭的时阵，所发出来即个光，会当吸引行过教会遮的人，因的骹步会停落来，因会徛伫遐咧看，因会伫遐翕相。留落一个纪念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恁认为上帝透过咱咧布置这一切的时阵，无那是布置这个中央这个电火，布置咱的花园，是要互人看见、听见上帝对因讲话吗？也是咱只是一个简单的布置，亲像伫信义区遐的百货公司，敢若布置水尔，也是要透过这对所有经过的人，要向因讲话呢？今仔日，咱生活的环境，甲当时的哥罗西其实要共。咱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思想、学说，其实拢咧影响着咱对信仰的认识。所以保罗伫哥罗西书内面，要对信徒来讲，基督以及基督的工作，说明互因了解，迄是要为着互因无互遐懒散着迄个无纯正的信仰的思想所影响。这段经文伫15节到20节内面，其实是保罗用一个俄罗斯的方式来描写俄罗的这个过程。伊的第一段是讲到基督是有上帝的形象，伫这个世间的万物拢伫伊的掌权的内面，整个宇宙无论是世界也是灵界，拢伫伊的手中。第二个俄罗的部分是基督伫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啊。万物照着基督，因会当得到因所爱徛的位置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新生命的源头。第三，保罗要讲的是，基督伊是大囝，确定伊对死过活。所以伫万物中，伊徛头一位。保罗咧表示的是，基督伊有真重要的任务。上帝要通过伊，互全宇宙、全世界，搁一届甲上帝结合。上帝的囝儿基督伫十字架顶死，伊成就了一个结合的效果。所以，上帝要将一切丰富的恩典，欢欢喜喜放伫基督的内面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要将上帝伊家己的本质，将上帝的形象，将上帝的样式，拢要完完全全放伫基督的身躯顶。所以，当保罗咧学了基督是世界主。而且转一个口气讲，伊是教会的头，是将基督用一个过活的，用伊的权能充满伫宇宙，用一个伊伫将天地拢总伫一个自然的法则的内面，要甲伊联合做伙，也是咧说明一件代志，就是教会也是咱每一位信徒，咱拢有基督的特质伫的。每一间教会，每一位信徒，咱拢有对上帝遐来的特质。
有的人讲，这可能也是咱咧讲的温数。有人讲，这是咱每一个身躯顶有上帝的形象。不过，咱拢是无够也无完全的人，只有完全的特质的，敢若是耶稣基督尔。亲爱兄弟，咱回头看咱隔壁的人，其实咱看到的，拢是对方身躯顶有迄个上帝所赏赐的特质伫的。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嘛无完全。咱无可能有所有一切的遮的，咱讲的技能，也是咱有一切的能力。不过，咱有耶稣基督做咱的头，咱伫基督的恩典甲疼痛的内面，咱联合一体。咱伫基督的内面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对上帝下来无共款的特质伫的，咱正做一体。所以，咱才有法度正成就一切的工作。亲像昨暗的音乐见证会内面。我听到侪侪人，因听了真感动。我听到侪侪人咧讲，这音乐互伊的心真平安。这是因为伫整个音乐会内面，有人咧诉说伊生命的故事，有人用音乐见证上帝的恩典，还佫有侪侪同工兄弟姊妹。因伫头前后壁咧无闲咧准备，因为安尼组合，正做一场荣耀上帝的名，互人会当明白耶稣基督的音乐的印写伫的。今仔日，咱感谢上帝赏赐恩典，咱感谢上帝看顾保守，所以今仔日咱的礼拜是一个感恩的礼拜。咱嘛爱感谢每一位愿意将家己放伫上帝面前，互上帝来使用伊身躯顶遮的特质伫的，互咱会当伫参与伫这教会活动的内面，咱真实甲上帝相拄。所以牧师伫这边想要鼓励大家，伫未来的这礼拜，咱会当安静来到上帝面前。咱求上帝，互你知影，就是显明，互你知影一项代志。你的身躯顶有上帝所赏赐的什么款的特质？你有什么？无定你已经知影。不过，咱来看卖，看家己有的以外，咱看伫咱整个教会的内面，你伫什么所在？会当用到上帝互你的这个特质伫的，有时你爱去参与，有时你爱进入到这个内面，你就会更加明白上帝互你的这个特质甲恩赐伫的。所以我无需邀请，当咱12月圣诞节过了后，对这个时期一直到12月圣诞节这段期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咱祈祷一项事就好，祈祷互咱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参与至少一项伫教会内面的服侍。你会当看圣歌队，你会看教会礼拜中间有啥物款的需要，是拄好你会当去做，也是伫关怀组的内面，你会当伫关怀内面做啥物？牧师相信一项代志，当咱同心参与的迄个时刻，咱会亲像迄个总庭中间的这每一个细趴火，也是亲像花园内面的这个花草，咱会吸引人停落来，咱会吸引人徛落来，来观看上帝恩典。我想。这个人就会愿意，而且想要进入到这块土地内面。咱的信仰需要进步，
有人讲信仰若无进步，亲像一个思想心灵无成熟的人，是无健康的。上帝要成就这一切。耶稣基督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主，伊真正确实活伫咱的历史的内面。伊为着咱的罪，死伫十字架顶。不过，上帝予伊对死过活，嘛是要互咱用照着伊的过活，互咱的生命带来一个愿望，互咱对罪恶的死亡中看到生命过活的一个刺激的。这对于咱每一位相信伊、甲跟对伊的信徒来讲，是一个极大的福分的。所以，咱要清楚一点是，耶稣基督的过活，毋是传互基督徒听的。耶稣基督的过活，上帝的听堂，毋是传互基督徒所听的。基督徒毋是要霸占这个耶稣基督过活的这个福音、这个信息的。耶稣基督过活的这个好消息，是要传互所有的人来知。所以，任何一个需要救恩的人，拢是咱爱去将这个消息甲因分享的对象。也因为安尼，透过昨的见证，牧师有邀请大家想看卖，恁身躯顶的见证是甚物？然后，咱来5人来宣告，主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伊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主。伫伊的过活的内面，咱的生命才有这个愿望伫咧。无人会当取代耶稣，互咱领受上帝的救恩。因为耶稣为咱承担的罪，咱要有行动来付出。所以邀请咱做伙同心祈祷到年底进前，你想看卖？你会当伫教会的倒一位？你会当付出你的时间、你的精神。我相信，当咱每一个人拢伫这个内面咧为主做工的时，人经过咱文山教会，就会看见上帝的恩典听堂伫咧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你收赐阮最多的恩典，最多的恩赐。总是阮有时毋知要安怎来使用。愿主你看顾阮，对阮讲话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参与伫教会任何的一项的服侍，互阮每一个人同心一意来领受你迄个所享受的特质。所享受的恩赐，愿要领受所要做，毋是为着家己，是为着将上帝你的听，耶稣基督过活的好消息，也要明白的人，因来报用。愿主赏赐阮有教遐的智慧，互阮有一个清白的灵，互阮会当来领受你对阮每一个人所讲的话，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献诗，请文山爱乐来献诗。伊要献是有3条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，他看顾麻雀跟奇异恩典。
这是咱三角来吟信诗，信诗第536首，信诗536首。天顶大开云电的门，天顶大开云电的门，内面阳光照出来。这光是主十架的光，显明救主大仁爱。至大救主无穷恩惠，这门真正为我大开。为我，这门为我大开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天顶大开云电的门，内面阳光照出来。这光是主十架的光，显明救主大仁爱。至大救主无穷恩惠，这门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。这门为我大开，啥做有门显示大开，万国万人着亲近，无论路有贫贱富贵。爱的主下做阮，一大救主无穷恩惠，这门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，这门为我。咱着好大静静有行，日这地球云电门，归时日家地主来行，救主受死大英光，一大救主。这门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，这门为我大开，我着甘愿背出世，甘背出世间。已经过好就放下，第二天上吊给上帝，我主恩高万世，一大救主无穷恩惠，这门真正。为我大开，为我，这门为我大开。请坐，这时请备办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这是报告，伫报告的导心，咱三个来读即礼拜的经句，来读两解。请，因为被欢喜，互一切的丰盛点伫伊。哥罗西书第1章19节。因为被欢喜，互一切的丰盛点伫伊。哥罗西书第1章19节。后主圣工的分担，领手是曹坤龙长老，司礼是张景伦执事，司琴是潘秀丽姊妹，献诗是石青团契甲马拉团契，司献是张义如执事甲郭金敦执事，交代是李尔伯执事甲张世熙兄弟，音控是陈佑珍兄弟甲张建传兄弟，广告的经理是柯牧师。来州查经基督会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张景伦执事。后礼拜主理礼拜经文是罗马书13章，题目是苏醒起来吧。经文是59篇，主理是柯牧师。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，第1点，会长同工的训练，本主理要举行会长同工的训练，时间是11点到12点。地点是2楼的礼拜堂，请2023年团契会长甲圣歌队长甲同工准时来参加。第2点，2023年事工研讨会，伫拜六26号下晡1点到6点。地点是地下室1楼，请中职团契会长甲同工专程来参加。第3点，戴讲者第一主理，后礼拜主理是戴讲者第二主理，请兄弟来备办心。第4点，洗礼进前的信用课程，上课的时间是后礼拜主理下晡1点到4点。欢迎备办洗礼、更新礼报道友来参加，请干事来领表格，写了交予牧师。第5点，圣诞节活动的通知。12月25礼拜主日是圣诞赞美礼拜，日日是拜六是报佳音，时间是暗时8点。24拜六圣诞节庆祝会，时间是下晡4点到6点。18号礼拜主日新农照顾中心的陶笛吹奏，所有的活动请兄弟来关心。教会集体交通甲大道的事项，请为着软弱的集体来祈祷，来求主来医治。新年主日吼，甲奉献的方式，请大家来参考来看。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？好，报告到这。即时咱来吟信诗394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临时失线，请牧师来接导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因更偏救你，也因主必宽待你。愿主上帝常看顾你，守护你平安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互咱时刻用感恩的心
来感谢上帝对这条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倒。咱彼此请安。